地產係一個騙局，全部通通都冇用，徹底絕望。再平啊，佢哋都唔敢買，全部都係啲發拍屋。歡迎收睇中山房產參謀頻道嚇，呢一期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房價究竟跌到底未？歷史經驗話俾我哋知咧，房地產從嚟都唔會微型反彈嚇，佢只會先死而後生。呢條路咧，日本行咗12年，美國行咗6年，韓國都行咗10年。每一次房價徹底見底，基本上都係喺大家徹底絕望，佢先會偷偷咁樣出現嚇。房價究竟咩時候先會真正咁樣止跌？你會發現新聞、政策、專家、熱搜全部通通都冇用，真正可以決定房價命運嘅只有呢4個指標嚇。呢4個指標咧，喺美、日、韓身上全部已經行咗一次㗎啦。下面我講嘅所有嘢嚇，僅代表個人嘅睇法。如果覺得講得啱嘅，幫手點翻個讚；如果覺得講得唔啱嘅，大家手下留情嚇。先同大家講翻個故仔先嚇。2009年咧，美國人基本上俾房地產逼到癲晒，房價從2006年嘅高點直接跌咗30%，成千上萬嘅美國家庭咧基本上破晒產，銀行嘅手裏面全部都係啲發拍屋。咁成個美國社會咧，大家都喺度鬧話房地產係一個騙局，但係就喺呢個時候，一個基本上冇人會注意嘅數據偷偷喺度變緊，就係美國二手樓嘅成交量嚇。2010年7月份，美國二手樓嘅成交量咧跌到咗歷史最低330萬套嚇。然後發生咗啲咩事呢？成交量唔跌啦，開始橫盤調整，慢慢咁樣翻到咗400套。但係房價咧仲喺度跌緊嘅，整整跌咗2年，直到2012年3月份先開始真正咁樣見底下，即係話咧成交量比房價早咗整整20個月。呢個咧係全球房地產最殘酷嘅一條鐵律，量先起，價後升。因為房屋咧佢係商品，賣得出去先有資格去傾價錢嘅高低。你去菜市場買餸都一樣，一個攤位如果一日連幾斤菜都賣唔出去嘅，個老細一定會降價。但係咧，只要有人排住隊嚟買餸嘅時候，成個市場啲攤販就全部會集中夾埋嚟去升價。房地產都係一樣道理嚇。以日本為例，東京嘅新房銷售量咧，2000年嘅時候基本上就已經穩住啦。但係房價直到2003年先開始慢慢咁樣上升。中間咧隔咗3年，你如果日日都盯住嗰個樓價，你一定會睇走眼。你應該睇住嘅係成交量。今日中國房地產最大嘅幻覺咧係政策一鬆，價錢就升，其實係錯嘅。任何國家價錢先係最後嘅一個變量。所有國家嘅房地產復甦咧，佢都唔係從啲小城市開始嘅，一定係從啲核心嘅城市慢慢咁樣爬上去嘅。韓國2001年樓市見底，全國嘅房價升咗56%，但係東京升咗91%。日本2004年樓市企穩，東京23區先升，因為人口係會流動嘅。當一個國家進入咗慢增長嘅階段，錢同埋水就會慢慢咁樣流向一個最安全嘅地方，就好似洪水咁樣。當洪水嚟臨嘅時候咧，你唔會去啲窪地嘅，你一定係往啲高處嘅地方去走嘅，因為安全啊嘛。首爾、東京、紐約、北京、上海呢啲咁嘅地方就係我哋講嘅高地嚇。日本全國嘅人口咧，從2010年開始減少，但係東京圈嘅人口咧一直喺度上升緊嘅，一直去到咗2019年，因為工作、醫療啊、教育啊、收入呢啲全部都集中喺啲我哋講嘅中心區域，所以一個國家嘅地產復甦咧，永遠都係1線城市會好明顯嘅，2線城市咧會慢慢咁樣跟住嚟，3、4線城市基本上就陪跑㗎啦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年深圳同埋廣州呢2個1線城市嘅成交數據嚇。你如果依家去到全國嘅樓價會唔會上升呢？基本上就係喺度同歷史對賭緊。最反常嘅規律係咩呢？就係房價唔怕跌，但係房價怕利率。中信建投俾咗一個指標，當10年期嘅國債利率比核心通脹高唔超過2個百分點，房價先有機會上升嚇。
聽唔明唔緊要，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房貸嘅利率比工資增長慢。日本1998年之後咧，10年期嘅國債長期喺1%左右，美國2009年長期國債被壓到2%以下，韓國2001年後咧大幅降息。每次地產復甦本質就係銀行嘅錢開始唔值錢啦，因為房屋係用未來嘅收入嚟定價嘅，未來啲錢越嚟越唔值錢，利率越嚟越低，咁啲樓價自然就越嚟越平。呢個就係點解每次 QE 之後全球嘅房價都會升，唔係啲屋變得越嚟越靚啊，而係啲錢變爛咗啊！值得注意嘅係貨幣鬆動咧，佢只係門票，佢唔係發動機，佢唔會令房價上升。真正決定房價可唔可以行出嚟，甚至係上升嘅，最重要嘅係收入預期。日本2003年房價企穩之後咧，嗰一年發生咗啲咩事呢？汽車、電子、出口全線回暖嚇，消費者嘅信心指數從35升到48，工資重新升翻上去。2001年房價反彈嗰陣時，中國啱加入 WTO， 韓國對華出口5年翻咗2倍，工廠爆單，後生仔有嘢做敢買樓。1990年代咧，房價大牛市背後係互聯網浪潮同埋25到44歲嘅人口高峰。樓唔係資產，佢係對未來收入嘅一個放大器啊！如果後生仔冇嘢做，啲樓再平啊，佢哋都唔敢買。依家睇中國嘅樓市咧，最重要嘅唔係有冇放開限購，而係啲後生仔有冇嘢做，製造業有冇訂單，啲居民嘅工資有冇升到上去。如果呢啲翻唔到嚟嘅話，房價只會反彈，絕對唔會反轉。房價反彈嘅前提係第一，成交量要穩住；第二，一線城市嘅庫存要下降；第三，利率要低於通脹嘅2%；第四，信心同埋收入一定要改善嚇。呢幾樣少咗一樣，全部都係假嘅反彈、假嘅信號。點解日本呢條路要行12年？唔係央行唔夠努力啊，係人口、收入同埋產業拖住咗佢。美國點解可以用6年時間就行完咗日本12年嘅路呢？因為硅谷、互聯網、移民人口呢啲咁嘅數據同佢兜咗底。房地產嘅本質咧係呢個國家競爭力嘅縮影。房價高咗，唔係話啲樓靚咗啊，而係呢個國家嘅揾錢能力變強咗。房價低咧，從嚟都唔係政策打出嚟嘅，而係啲後生仔拼搏出嚟嘅。